屯門又爆影子學生，一個月內由中一連跳3班啊！我覺得好委屈啊！作為一個校長，如果全香港嘅校長都好似我咁嘅話，似你唔好啦啩？不過屯門又真係有學校疑似學阿陳校長咁啊，唔係請假收餅卡啊，係利用影子學生嚟呃資助。講緊嘅係呢間馬明啊，唔係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先真啊，但唔使擔心噃。睇完馬登上個學年份學生名單，包你都變馬明啊！先睇睇呢份教育局9月數人頭之前，中一 A 班嘅 name list 啊，點解呢5個要特別 highlight 呢？嗱，唔好眨眼嘞喎！事關佢哋開學短短1個月後，竟然全部跳晒班啊！最叻嗰2位連跳3級，直上中4，而中一其餘2班亦都有3個同學跳班。咦？唔通佢哋都係資優生？我諗我哋嘅學生個特點就係好多非華語學生，咁我哋都會俾佢試讀下某一級，可能佢係同其他同學飛唔到，包括你自己。咁所以佢家長佢係有一個訴求，佢係希望即係申請即係一個合適佢嘅課程。但校長又冇回應，呢班外籍學生成績點解會突飛猛進，而校方批升辦理又會批得快過借錢咯？只係強調佢哋一直都有返學，同興德全年 Epson 都可以照升班嘅影子生唔同。但事實真係咁咩？扣翻呢8個跳班生，馬登呢個學年中一新生其實只係得48個，根本係搣唔到夠51人先開3班嘅規定。有資深校長就話，都因為教育局每年開學數完人頭之後就唔會再 check，學校亦都唔使再上報跳班個案，難免成為漏洞啊！建議當局睇實啲收生高危嘅學校，但查實馬登可能都算高危喎。事關有前教師爆料，話校方用咗跳班呢招都一段時間㗎啦，所以屯門啲中學係咁縮班，馬登都仲吊到命。而我哋發現馬登連高年級都有多個跳班情況，全校呢個學年就涉及至少29個可疑學生。教育局就話會向馬登了解，如果發現唔恰當嘅安排，會嚴肅跟進。